大家好啊，我係 AM 啊。咁今日咧係我嚟到新疆嘅第二日。咁第一日咧，我就去咗距離烏魯木齊市50分鐘嘅天山天池景區玩咗一日啦。接住落嚟嘅行程咧，大部分時間咧都係靠揸車去遊覽。咁我今趟旅行咧就租咗架新疆自駕熱門嘅車款坦克300。佢除咗外觀夠型格之外咧，車型都好適合行新疆呢邊啲路，當然大家可以根據翻自己嘅喜好同需要去揀自駕嘅車型。我之後咧都會出個特輯去專門講講內地租車自駕同埋喺新疆自駕要留意嘅事項啦。因為想分享嘅內容都幾多下，所以我想獨立出一集去集中咁講。有興趣想了解多啲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今日嘅行程咧，其實都好簡單嘅，全程都係自駕咁滯噶啦。咁第一站咧就會去肯斯亞特水庫，之後就會去安集海大峽谷，最後就會去虧屯市。因為第一日咧喺烏魯木齊市租咗間包早餐嘅酒店，所以食完早餐之後咧就可以拎齊行李上車，開始今日嘅行程。咁今日咧主要會行新疆嘅 S101省道啊，又被譽為天山地理畫廊。喺途中咧可以見到有延綿百里嘅岩層啦，好似波浪咁嘅起伏，層次分明，被稱為百里丹霞。我哋可以感受一下大自然嘅魅力。要提提大家喺出發之前呢，要下載定離線地圖同埋個語音導航包，因為今日去嘅目的地呢，佢收信號呢係十分之差，冇下載定呢，有機會到時導航呢會卡卡地。呢度係 S101省道嘅前段路啦，咁都睇到前面好快就到一望無際嘅岩石帶啦。沿路啲地貌呢都會不斷咁變。新疆呢，周不時都會遇到呢啲小型卡車或者開車好穩陣嘅司機啦，所以呢，好多時需要超車，但超車呢，記得一定要確保對面線冇迎頭車啦，選擇一啲大直路去超車。如果唔係突然間發現有迎頭車呢，反應唔切呢，就會好危險。沿途呢，我都發現有個路牌指示呢，話前面有個停車位嘅觀景台，咁我好奇心驅使之下呢，都駛咗入去。入到去停好車呢，就落車睇睇呢個位有咩景啦。發現呢係了無人煙，四方八面都好空曠。咁可以見到呢架就係我今次租嘅坦克300 SUV 車型啦。亦都有唔少人呢會去揀橙色嘅外觀版啦，去影下啲靚相靚片入下鏡嘅。不過今日嘅天色呢確係幾靚，帶動埋我嘅心情都好好。好啦，之後我哋就上翻車繼續行程，向肯斯亞特水庫出發。新疆呢邊呢，間唔中呢都有啲土木工程進行嘅，所以臨近呢啲工程進行緊嘅路呢，要減慢車速，根據翻個指示去行，大家禮讓一下。咁順便提一下啦，大家記得行呢啲沙塵路之前呢，記得開翻車嘅內循環功能，唔係呢，你就會變咗吸塵機噶啦。途中又見到呢條河呢個位呢，有好多車停喺一邊啦，咁又八卦落車睇下。但其實都冇乜好睇，可能係佢哋停低喺度休息緊。好啦，繼續行程。咁新疆呢邊啲路呢，間唔中呢都會有一兩隻零星嘅放養牛馬嗰啲呢走出咗馬路嘅，記得見到嗰陣時呢要減慢車速。嚟到呢段路呢，開始見到多返啲車啦，除咗啲小型車之外呢，都有唔少嘅貨車，所以要留神去揸。之後就經過咗呢段泥漿水嘅路啦，因為係上坡路啊，我已經盡量減慢車速去行，但係最終呢架車嘅車身呢都係沾滿晒啲泥漿，甚至有啲都已經飛濺到喺玻璃上面。跟住呢就繼續上坡，咁今日呢段路呢就好多上坡同落坡嘅路段啊，同埋會轉嚟轉去。如果你後排有同行嘅乘客，而且佢好易暈車浪嗰啲呢，咁記得喺出發之前要食定暈浪丸，唔係呢，成程都會好辛苦，到時候去到景區乜心情都冇晒，就唔係咁好啦。揸到嚟呢個位置望過去呢，而我親身肉眼望落去呢，真係好靚，一層一層咁。好啦，已經到咗百里丹霞風景道嘅呢個位置啦。咁我哋就係沿住呢條 S101嘅省道呢，由烏魯木齊市揸到呢度，亦都抵達咗肯斯亞特景區。肯斯亞特水庫呢係位於馬納斯縣嘅，亦都有翡翠之眼之稱。佢深綠色嘅湖水呢，俾啲色彩斑斕嘅丹霞群山圍繞住。如果喺高空俯瞰落嚟呢，就好似陷咗喺天山腹地嘅翡翠一樣。今趟有啲可惜嘅就係我無人機呢，仲未解鎖到個撳飛啊！如果唔係呢，可以影一影高空望落嚟嘅視覺效果，同大家一齊欣賞下。我都建議大家親臨呢度去感受一下同睇下。
好啦，我哋繼續向下一個目的地安集海大峽谷出發。沿途都可以欣賞到好多唔同地貌嘅變化啦，佢唔會好單一嘅，有時會見到啲赤紅色啊、橙黃色啊、青灰色嘅變化。新疆呢邊呢，除咗間唔中會喺馬路見到一兩隻放養嘅牛羊之外呢，有陣時呢都會有啲成群嘅牛羊喺度放牧緊嘅，佢哋會經過或者喺馬路上堆埋一堆咁行。所以離遠望到呢，記得要減速，同埋唔好響喇叭，唔係一陣嚇到佢哋周圍咁撞呢，就真係得不償失。另外想提提大家啦，新疆呢邊呢，間唔中呢都會有啲其他車超車嘅情況嘅，所以呢，記得不時要留意下後方。又見到好多車停咗喺度，咁我都跟前車一齊駛入去睇下。咁呢個位置呢，我當時都截咗張圖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留意返呢個地方嘅位置。咁喺停車呢個位置望過去呢，都已經好有視覺衝擊啦。咁我當然係要行落去再睇清楚啦。不過行落去呢個位置嘅坡度呢，係有啲斜嘅，所以大家行嗰陣時呢，真係要小心啲同行慢啲。落到嚟呢個位睇呢，仲震撼，大自然真係好神奇。呢個位置真係非常適合影相啊，女士們應該會好鍾意。但都要提提大家啦，唔好行得太出啊，因為呢個位置係冇任何護欄嘅。影完相之後呢，再可以返上車繼續行程啦。揸到呢個位置開始呢，手機嘅信號呢就會開始時靈時唔靈。如果有提前下載好離線地圖同埋語音導航包呢，咁影響就不大嘅。不過都唔使太擔心，因為嚟到呢度嘅話呢，就已經證明好快就會到安集海大峽谷噶啦。只需要沿住呢條路一直開就會到。到時你會見到好多車泊咗喺度，咁到時你只需要揾一個位停車就行過去就得噶啦。已經嚟到安集海大峽谷啦，真係唔好話呢度嘅自然觀呢，望落去真係冇得彈。由高位呢個位置望落去呢，突然間有種覺得自己變得好渺小嘅感覺。大家啲車呢就停咗喺出面嘅馬路旁啦。咁我哋而家行前少少睇下，真係唔係講笑，親身企喺度望落去呢，嗰種視覺衝擊真係好大。呢啲景呢，真係唔係好多地方可以感受到。最後可以返去拎車出發去虧屯市。不過我都想順帶一提，呢度泊車或者行車嗰陣時呢，要小心啲，因為真係好擠擁啊。因為佢除咗車路已經唔係話超級闊落之外呢，佢兩邊呢仲會有啲攤檔位喺度擺賣，同時又有唔少人喺度走嚟走去，真係一唔留神呢，真係有機會撞到人或者攤檔嘅。所以呢，唔使急，慢慢揸，安全至上。咁揸到呢度呢，就見到前面有隻駱駝悠哉悠哉咁過馬路。咁啱呢，就係到我呢度呢，所以我要讓佢行先。咁我就喺虧屯市租咗一晚名都假日酒店啦。咁佢當日嘅單間房就係334蚊晚嘅，包早餐。咁佢房間裏邊呢，就係咁嘅樣嘅，都四四正正嘅。咁我就喺酒店附近揾咗間燒烤店啦，咁就唔使揸車嘅，行過去都好方便嘅。咁之後就揀好嘢食啦，食串燒梗係要配一杯啤酒啦。咁我就去問下老闆有咩推薦，咁佢就推薦咗我呢隻烏蘇大紅袍精釀，咁飲落去都唔錯嘅。食食下老細又走埋嚟同我傾咗一陣偈啦，因為原來佢啱啱先準備開鋪，所以見到現場除咗我都冇其他客。老細就話我係佢第一個招待嘅香港人咯。咁今日行程呢就正式完結啦。咁而家我就行返酒店沖個涼瞓覺。接落嚟呢就分享下我個人感受啦。首先，對於新疆嘅地理環境同埋自然景觀呢，有咗全新嘅認識同感受。今日嘅行程呢，不論係 S101 省道啊、肯斯亞特水庫啊，抑或係安集海大峽谷，啲景觀呢都各有千秋。同埋我以自身親臨咁去用肉眼去望去感受嗰種震撼呢，我都唔係好識點形容啊！就好似大自然好奇妙，而自己感覺好渺小。第二，不過今日有啲可惜嘅就係未能夠用到無人機呢，喺今日去嘅景點度拍攝一啲航拍片。不過呢，呢個都係我自己嘅問題，
因為自己嘅疏忽冇喺出發前做足功課，搞到要臨急咁去登記。雖然尋晚呢已經提交好晒啲申請啦，不過而家仲等緊佢批核。咁如果大家都係諗住帶無人機同埋首次喺內地使用呢，記得喺出發之前喺 UOM 度登記好，等佢批核咗，咁到時一落地就可以開開心心咁用。最後，雖然今日呢已經係我嚟到新疆嘅第二日啦，但係我仲未習慣佢呢邊個日照時間咁長。夜晚10點鐘個天先慢慢開始黑。我今日食晚餐串燒嗰度呢，我到嗰陣時其實已經係8點幾嘅啦。食完之後9點幾，但走嗰陣時呢個天呢仲係光亮亮咁。咁第二日嘅行程就到呢度啦，而聽日嘅行程呢，就係會出發去賽里木湖，然後經過果子溝，最後就會去伊寧市。咁今條片就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我今條片嘅話呢，就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覺得有興趣嘅朋友仔去支持一下我啦。同埋記得 subscribe 同撳埋個鐘仔，下次一有新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